講到這新青安貸款的政策7月底就到期啊，民間團體是批評政府講進前的政策傷過靈，無年齡收入還閣頭一屆買做限制，顛倒幫助厝價來踏懸。有風聲講相關單位已經甲行政院報告這新青安2.0的方向，未來可能會限制年收入、厝價還閣申請年費等等。其中一年賺超過200萬的人就袂當來申請這新青安咯，最後也是要等待行政院的核定。為協助少年人買厝，政府推出青年安心成家買厝優惠貸款經濟方案，簡單叫做新青安貸款，每戶上懸貸款1000萬，期限上長40年，有5年寬限期。我可能還是不會考慮，因為5年寬限期過了之後，可能還是可能會還不出來這個利息加本金，還款的壓力可能也不會比較小吧，就是感覺一整個人生都要跟這個貸款掛鈎在一起。少年的煩惱不是無原因。根據公共銀行統計，新青安房貸為2023年8月開始，到2025年7月底為止，總共核貸12.9萬多戶。若用年回來看，50歲以上佔比差不多5%。若用年收入分析，超過300萬以上貸款戶數也差不多佔5%。民間團體批評，新青安貸款無年回收入甲第一擺買厝限制，因國是變相做中厝價清懸。太窮的也不應該支持，為什麼？因為你的收入買不起房子，我借錢給你是害你，對不對？然後你很有錢的話，我為什麼政府還要補貼錢給你，借錢給你？另外5年寬限期，也予學者批評多戶投資人交利息無交本錢，當5年，若拄到厝價落車，都要承受資產價值比貸款較低困境。現在房價是慢慢往下跌啊，結果搞了半天，5年之後這就房價還沒漲，那它變成買不起房，付不出房貸，那反而就更慘了。新青安貸款要在今年7月底到期，財經部會已經向行政院報告初步方向，放下新青安2.0利息補貼的延期中年退場，為何政策資源更加精準，也推出3大申請限制，包含年收入、厝價總價甲新台年費等其中，鎖定200萬以上人免申請新青安2.0，不過還閣等行政院最後定限。記者綜合報道。